高雄有诈骗集团假作是警察，打电话给民众，讲要调查洗钱案，佮用视讯来做笔录，甚至是穿假的制服甲工作证来互民众安心。警方强调，若准是拄到，一定是诈骗，因为伫网络问笔录是无效力的。前警察的家倒顶囥警察帽啊，场景亲像伫警察局内面。这个和民众视讯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假警察，为着骗民众，对方佮提出假的原警证，顶管写讲高雄市警察局轻处警察，要替对方伫线顶做笔录。到一个很紧急的时间，他说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查到什么，你们有几笔异常，那你如果没有在下午几点之前先去做处理的话，那有可能什么账号会被冻结什么的。这个民众迄当阵人是伫台中，一开始是接到唔知影谁卡的电话，讲是民众伫高雄出现几笔无正常的交易，必须要限时赶到高雄来做笔录。民众无法度去，就假讲会当转接专人到做山顶的笔录。当事人感觉奇怪，甲电话挂掉嘛，确认是诈骗。检警绝对不会主动来电要求转账、交付提款卡或提供账号密码，也不会透过视讯通话。或者是视讯制作笔录的方式。哎，我就唔捌你，我打你真啊假，我看无来，唔捌你又打你真啊假。拒绝呢？我不会听呐，我不会听他废话那么多。因为警察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给我。高雄市现代讲，只要有警察讲要替民众来做线顶的笔录，这就一定是诈骗，因为线顶的笔录并无效力，而且常常会看到提出假的警察证，但真正警察证顶悬未写刑事警员。上好的方式就是随甲电话挂掉。诈骗集团假作警察嘛涉犯刑法，相关会当处3年的有期徒刑。警方嘛建议民众若接到讲伊是警察的电话，会当挂掉先查证，降低防诈骗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